曼聯近3年嘅轉會收支情況，22到23賽季淨支出係2.0663億歐啊，支出安東尼、亞積士9500萬。卡些米路、皇家馬德里7065萬，利申道馬天尼斯、亞積士5737萬，紐卡素呢邊嘅杜貝利基230萬嘅租借，韋格荷斯搬尼296萬嘅租借，詹士加納、愛華頓1040萬，彭利拿富咸950萬，陳達毅、伯明翰175萬。23到24賽季淨支出係達到1.5236億歐元啊！支出方面，可積倫特亞特蘭大7780萬，美神蒙特車路士6770萬，奧拿拿國際米蘭5020萬，巴恩迪爾費倫巴治500萬，岩拉巴特1000萬租借。收入方面，甸軒達臣水晶宮1750萬，艾蘭加一諾定咸森林1750萬，費特費倫巴治974萬。高華斯、利華古遜500萬，泰利斯、里亞德勝利460萬，斯丹、伊巴克爾、烏德勒茲100萬，雲迪碧克、法蘭克福300萬租借。24-25賽季淨支出係1.4330億歐元啊！支出方面，約路里爾6200萬歐，烏加迪巴黎5000萬歐，迪列治拜仁4500萬歐，舒克斯博洛尼亞4250萬歐，馬斯奧爾拜仁慕尼克1500萬，多古萊切3000萬歐，艾登希文阿仙奴 U11 180萬歐啊！收入方面，麥湯米尼賣去拿波里3050萬。吉阿連活特馬賽2600萬，雲比薩卡韋斯咸1760萬，金寶華拿維拉利爾1000萬，漢尼特潘尼640萬，比特斯利彭拿典內高斯600萬 ，A 法蘭迪斯賓菲加600萬，雲迪碧克傑羅納50萬。